多谢叶先来讲这个台中的消息，这个后里区泰安车头咧，因为月台关道5站楼悬，所以讲外号是全台湾上悬的车头，进前因为电梯使用许可证过期，据说坐车的人呢，真不方便，拢要爬楼梯，加在即马通过审查，并且重新启用啊。 市开关坐电梯，地当坐到5站楼悬的车头柜台，有全台湾上悬的泰安火车头。进前因为电梯使用到期，民众爱赶大包小包爬楼梯，才能行到柜台坐火车。有一些人那个挑草衣。 挑那个东西出去卖的哈，也是要坐电梯啊。后里区的泰安火车头，因为高架站台设计关系，柜台关道有要15米悬，为了方便游客出入，台铁局伫2年外前开450万设新型的电梯，想要到使用一照到期，爱暂停使用。 刚才经过明代协调，才总算通过审查。旧版的电梯，它的门加宽了大概10多公分，然后可以让轮椅的出入会变得更容易一点。即马电梯会当坐啊，民众坐车唔免阁爬楼梯，爬甲皮皮喘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